個世界之間，係兩個世界之間。Between two worlds， 有啲嘢睇唔到，變新鮮，規則寫低咗，但真實藏喺暗角。Hidden truth in between， 學識點樣適應 to adapt， 未講出口嘅 unspoken word 先至最重要，未寫低嘅乖 rule 先至決定一切 decide everything。 Hello， 歡迎嚟到 Between。 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問題，點解每一間公司嘅預測都朝住同一個方向錯？喺好多組織裏面，供應鏈團隊都有第二個預測，唔係官方嘅，唔係喺每個月嘅會議裏面會被討論嘅，而係一個內部保存嘅工作數字，反映供應鏈團隊實際相信需求會係幾多，同從共識過程裏面得出嚟嘅商業數字分開。你可以想象呢個畫面，官方預測掛喺會議室嘅屏幕上，供應鏈嘅副本鎖喺一個 Excel 檔案裏面，兩份文件描述緊同一個未來，但係只有其中一份係用嚟真正做決策嘅。呢個叫做影子預測，佢存在係因為官方預測唔被信任做規劃工具，供應鏈職能隨住時間學到喺需求檢討會議裏面產生嘅個數字，同客戶實際購買嘅嘢一致地都有差距。與其用一個佢哋知道會朝一個可預測方向錯嘅數字嚟規劃，佢哋不如建立一個平衡嘅估算，去修正佢哋觀察到嘅偏差。兩個預測同時喺組織裏面運作，一個官方，一個真實，兩個團隊都冇公開承認對方個預測嘅存在。影子預測值得停一停，坐落嚟諗下。佢首先唔係一個功能失調嘅症狀，佢係一個組織嘗試接近準確嘅努力，供應鏈試圖去到接近真正會發生嘅嘢，但係佢同時亦都代表咗規劃系統嘅崩壞。當需要共享同一個未來版本嘅職能，停止信任嗰個共享版本，開始建立自己嗰個嘅時候，規劃信號就會碎裂。每個職能都對另一個嘅預測做對沖，產生咗一啲原本應該由系統管理走嘅變異性。影子預測喺試圖修正偏差嘅過程裏面，自己都可能變成另一個錯位嘅來源。諗深一層，呢個先係組織裏面最難處理嘅一種問題。當每個人都合理地保護自己，整體就會失去共同嘅立足點。預測誤差唔係對稱嘅，呢一點係理解組織點解會去到佢哋而家嘅位置最重要嘅一塊。預測過高會產生過剩庫存，公司生產或者訂購咗多個客戶想買嘅嘢，嗰啲庫存就會坐喺某個地方，喺一個倉庫，喺零售商嘅後倉，喺一個最終會需要減價嘅貨架上。佢代表一啲已經投入，而家係咁樣賺唔到錢，或者賺得比成本少嘅資本。持有過剩庫存嘅年度成本、持有成本、倉庫空間、保險、過時風險，通常介乎庫存總值嘅20%到30%。預測過低會產生缺貨，想買嘢嘅客戶買唔到，有啲會等，有啲會去買競爭對手嘅產品，有啲永遠都唔會返嚟。缺貨造成嘅收入損失會出現喺當期嘅數字裏面，失去嘅客戶可能幾個月都唔會出現喺數字裏面，或者永遠都唔會。呢兩件事唔係等價嘅失敗，佢哋嘅成本唔同，影響嘅持份者唔同，按唔同嘅時間表展開。跨越幾十年嘅供應鏈研究，記錄咗一個一致嘅模式，
大多數組織實際上更加偏好預測過高，唔係作為一項聲明過嘅政策，唔係作為一個刻意嘅策略，但係喺實際嘅數字裏面，當研究員檢視大量公司嘅內部業務承諾預測嘅時候，佢哋發現預測超越實際需求嘅次數超過90%。呢個唔係一個平均分佈喺真實數字上下嘅隨機誤差，呢個係系統性嘅、有方向性嘅、一致嘅。原因係結構性嘅，兩種錯法嘅問責制本身都唔係對稱嘅。冇貨會產生即時嘅、可見嘅、緊急嘅後果。客戶會打電話嚟，銷售團隊會升級處理，高層會問點解嗰個產品冇貨。個失敗會喺發生後嘅幾日內被命名、被歸屬。有人要負責，嗰個人會被叫去問。持有太多庫存會產生另一種後果，過剩會出現喺資產負債表上面，分佈喺幾個星期或者幾個月嘅緩慢流動裏面。財務成本係真嘅，但係彌漫嘅，逐漸被吸收入持有成本裏面，寫落一個未來嘅期間，好少會被追溯返去到造成佢嘅嗰個具體預測決策。個失敗係緩慢而安靜嘅，問責係分散而遲滯嘅。當一種錯誤嘅懲罰係尖銳、公開、即時嘅，而另一種嘅懲罰係彌漫、延遲、難以歸因嘅，組織就會喺冇政策討論、冇刻意選擇嘅情況下，學會偏好第二種錯法。而學呢件事嘅方式，唔係經過討論，而係經過每一次有人要負責嘅時刻，組織集體記住咗邊種錯法會招致個問題。當你檢視任何一間組織嘅預測行為嘅時候，一個更加有啟示嘅問題，唔係個預測係咪準確，而係個組織系統性地朝邊個方向錯，同埋呢個傾向係一個有意識嘅選擇，定係一個由問責制結構繼承落嚟嘅後果。喺一啲過時成本高得非常嚴重嘅行業裏面，例如時裝、電子產品、易腐爛嘅產品，有啲組織會發展出相反嘅偏好，寧願跑得瘦削，接受缺貨，都唔要撇賬。呢啲組織對邊種錯法更加生存得到，做咗一個唔同嘅計算，而佢哋嘅預測文化都反映咗呢個計算。兩種偏好都有成本，兩種喺特定嘅角度睇都係理性嘅。呢個偏好唔係無可避免嘅，佢係組織點樣衡量成功，點樣分配問責，點樣獎勵佢嘅人所累積出嚟嘅結果。呢個偏好可以被檢視、被命名，如果組織選擇嘅話，可以被改變。係，大多數組織從來冇檢視過，就係咁。創生存 adapt 喺份 K 裏揾到自己 Between 我哋繼續前行 Keep moving forward 留低啲空間，留低啲寄望 唔係所有距離 Not every distance needs to be closed 有啲縫隙
Our answers themselves.